要来罢免掉基隆市长谢国良的林思思，已经送入到选委会来审查，上紧9月中旬来投票。国民党的党主席朱立伦下令全党告良。到伫今仔日，台北、新北、基隆甲桃园4位市长为着减碳的论坛来合体，嘛互外界解读是公开来挺梁。也毋过，人3位市长拢准时到场，独独就是谢国良线看来。看到媒体脚步刷真紧，签大名要来到会场内底。台北基桃4位首长同齐参加减碳论坛，就跟基隆市长谢国良报告，最近可能因为罢免的代志操心被迫，借这摆市政交流的机会，和其他3位地下市长合体，敢是因为惊防 Q 落台，才会来到这个家。我想我们都看到基隆在往好方面改变。所以，如果是为了罢免而罢免，我想这样的操作是对台湾的民主是伤害。谢国良的表现，大家有目共睹。我相信大家在努力底下，人民一定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判断。谢国良加油！什么市长也讲支持谢国良针对民间发起的罢免行动。党主席朱立伦正则讲，由党中央任命党团、基隆市府和市议会做守护基隆小组，要来尽全力来过好这个会。国良市长他在基隆市长任内所作所为，都是在捍卫基隆市民的权益，我们都非常支持他。合作列出的北北桃市长拢来个斗相挺，会当想到国民党中央对罢免投票的重视，传出顶摆韩国瑜的经验，这回朱立伦嘛开始要来认真作战，要伫咧基隆鼓舞选民来投下无同意票。其他3位市长的态度拢引起大家关注。我们只要是国良市长有需要，我们都很愿意来给予支持。非常感谢3位市长对于基隆市政大家通力合作，联合施政，将各项的政策推出来，让基隆市民有感。今麦罢免林思思已经进入审查阶段，上紧9月中地办理投票。北部的地下市长拢来学了谢国良的施政，市民的想法敢有改？关键2个月真紧就知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